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新年恭喜！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17，旧历的正月初6，礼拜3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台北股市金牛年是开红盘，牛开是冲上天，都甲市场所想的同款。电子股市带头攻起哩，一开盘就大起395点，起超过16000点的大关。刷落来，传统产业甲金融股嘛对咧起，一度大起超过500点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上尾也是起559点，以16362点来收盘。若这个想要来添财运讨吉利，嘛有银行来发放到40888元的发财水，要互乡亲甲这个财开早转去厝大发财。牛年开工好运到，一喙啉落上吉利。这是我们今年牛年特别制作的发财水。银行特别对金库内底摕40888分发财水，予民众上阵开工发大财。过年前的2周，我们就会放到我们的金库里面。那大家也都知道，银行的金库就是财气聚集的地方，所以各位可以拿到发财水之后，放到你的财位。发财水啉了，管也卖单调，搁摕转去银行底水，代表财源源源不绝。不过想要发财，嘛爱有行动。旧年开红盘，台股下叫，一开盘就起395点，超过16000点的大关。电子股领军上攻，台积电直直飙，开盘就开663块，贡献大盘起300点。鸿海开115块，联电嘛开57块6。团产和金融股嘛对得起，指数盘中阁起超过500点。金牛年开红盘，牛气冲天。